多謝大家選購煤氣公司 TGC 嘅多功能浴暖寶。佢係集暖氣、循環、涼風、抽濕於一身，絕對適合香港多雨潮濕嘅天氣。喺冬天就更加係怕凍人士嘅恩物。而家就為大家詳細介紹佢各個模式同功能。每次使用嘅時候，先按遙控器上面嘅開關鍵，之後就再按模式鍵嚟切換唔同模式，而每個模式都有預設運行嘅時間，用家亦可以根據需要再自行調校。第一個係抽氣模式，呢個就係傳統抽氣扇嘅強化版，佢會全力將室內空氣抽走，有時方便完需要極速清除異味，換翻啲清新空氣就最啱啦。之後係暖氣模式，係冬天沖涼前10分鐘撳着佢，成個浴室即時暖粒粒，最適合有小朋友同長者嘅家庭，怕凍人士必選。3、4月回南天，沖完涼盛地水，或者想喺浴室晾下啲襪仔同毛巾，就可以用乾燥模式。佢會將室內空氣加熱，並將濕氣抽走，唔使再驚地下濕而跣親，又唔再怕啲衫晾極都唔乾有陣粒味。涼風模式就會輕輕咁將浴室嘅空氣循環，同時抽走少量室內空氣，從而製造一個涼風效果。夏天沖完涼唔想咁悶熱，用佢就最 fit 啦。而循環模式就只會將室內空氣不斷循環，令到浴室冇咁局促，啱晒冬天室內開緊暖爐嘅時候，亦適合啲冇窗嘅廁所。自動模式就一定係最常用到，佢會自動偵測浴室嘅溫度。如果低過20度，佢會幫你開暖氣；高過24度就會變循環涼風。如果喺呢兩個溫度之間，就會啟動乾燥模式，絕對係聰明又貼心。當你揀選好適合嘅模式之後，就可以再按需要去選擇附加功能。首先係風速鍵，無論係咩模式，如果想提高效能就較高風速，但係想靜啲就可以較低風速。之後係強力鍵，一按任何模式都會即時加強功率，效果顯著。搖擺鍵就會令出風口由45至80度上下擺動。如果用緊暖氣模式，就可以令到熱風平均分散喺每個角落，唔會吹住同一個位。撳咗負離子鍵，佢就會馬上釋放出負離子，淨化浴室空氣，對鼻敏感人士特別有幫助。而時間設定鍵呢，就可以設定自動熄機時間啦，由1到24個鐘。例如臨瞓前開抽氣，set好2個鐘之後自動熄機，咁就唔使特登起身啦。最後係換氣延停鍵，沖完涼順手一撳，佢就會自動抽氣15分鐘，然後熄機，方便又慳電。另外咧，我哋特別設計咗一個應急按鈕喺機身左上角位置，萬一遙控器冇電或者唔見咗，就可以按一下嚟啟動自動模式，再按咧就會切換成換氣模式，再按多下就返回待機模式。講咗部機咁多功能，都要做好清潔同保養，先可以 keep 到佢最佳狀態㗎。建議每個月都用濕布加少少清潔劑，輕輕抹下個玻璃板面，去除表面嘅灰塵。之後咧就按住板面左右兩邊嘅鎖扣向外拉，就可以拆出嚟。再從中間拉手處抽出個濾網，直接用清水沖洗乾淨，晾到乾透後裝翻上去就完成啦。如果有一日你發現部機運作嘅時候有怪聲，開咗機但線葉唔轉，或者聞到有異味等等問題，應該立即停用，並打去我哋嘅客戶服務熱線22321000，等我哋合資格嘅師傅嚟幫你處理啦。希望幫到大家更了解呢部多功能浴暖寶，再配合埋我哋 TGC 各款優質煤氣熱水爐，就將每個沖涼時刻都變成一種享受啦〜